全屋裝修客飯廳竟然要留20個電掣位，使唔使咁多？我哋一齊研究下。第一，電視區呢度我哋建議預留2個孖蘇嘅，包括電視、soundbar、路由器等等嘅。另外 TV 掣同埋寬頻掣通常都係需要改位嘅。咁如果我哋唔想電視中間呢個位呢，好多電線飛嚟飛去，我哋可以做一個上下嘅穿線槽。咁呢個穿線槽都係當2個位去計嘅。第二，梳化區，梳化背一個蘇俾電動梳化，側邊預留一個蘇俾空氣淨化機。客廳如果有一個大飄窗，窗台上邊都可以預留一個蘇，平時俾電話插電都得嘅。第三，飯廳區，飯廳我哋有個餐邊櫃，通常會設計一個中空位，留一啲咖啡機啊、煲水壺咁樣嘅。咁呢度我哋預留2個擔蘇。飯台下邊都可以預留一個擔蘇，平時打邊爐或者烤肉都方便嘅。第四，其他固定電器，例如冷氣機、吸塵機、電動窗簾等等，我哋呢度預多3個位。第五，燈光，客廳、飯廳各一個。氣氛照明，我哋餐邊櫃、電視櫃都預留1個。燈光就用咗4個位，計埋數，好用嘅客飯廳加埋都要預留20個電位。你覺得20個位多定少？留言討論下。